搁再过一礼拜外，就是中秋节，由中西区公所发起的丰贝送暖中秋团爱的活动，2月6号伫南美里活动中心来登场，透过区公所、里办公处、甲着发展协会关怀据点，号召侪位热心的邻里志工，伫个专业烘焙老师黄明俊的带领，共同制作往来酥，对制作、包压、烘焙到新品包装一条龙来完成。现场充满着厚厚的奶油往来酥的香味。足感谢咱南美里咱的曾朝清里长甲咱社区这志工甲咱社区的理事长来斗相共因为对去年开始，其实是有人先捐一台烤箱因就运用这台烤箱伫里来办烘焙课程其实去年就开始咧做咱的凤梨酥，因是先内销啦送咱因家己里来中北市大经过一冬的训练其实大家拢已经出师所以今年较扩大参与互咱遮中西区20个里所有的独居的长辈拢会当来接受到因这份的爱心甲这份的温暖所以伫遮真足感谢咱里长、理事长甲咱所有的志工的斗相共互咱这届中秋节嘛过甲足有意义的所以伫遮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这届共同来参与安尼。区长表示，去年因为南美里疫情一台大型的烤箱，伫个里长张条庆的带领开始制作往来酥，送互里来独居长者。今年扩充范围，并增加一台烤箱，预计要制作160盒的爱心往来酥，要伫个一天内全部来完成，并且分配递送予全区20里的独居长辈。上午区长除了致敬感谢状，予里长、发展协会、甲着烘焙老师，现场嘛邀请3位独居长辈代表受赠，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